师傅你好，你我有一好。个问题，也是人们常提起的一个问题，想祈请师傅开示。我这个问题是人们常挂在嘴边上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人死了就是一滩烂泥。但是我仔细分析了一下，我认为他说的这句话好像也对，这种说法也对。嗯，但是有的人说人死了以后呢，什么都不存在了。这句话我就感觉不对。嗯，所以我在这里呢，想祈请师傅，就是为我就是解除这个疑惑。就是说人死了，他并不是说什么都不存在了。但是他说什么然后都没有了，这个我还不是赞成的。你像善恶业呀、心识啊，是吧？然后只要是在没有解脱以前，那这个身体啊，那个这些业存在，只要没有解脱以前，它还会变成另一个身体，因为那个业的缘故产生的作用嘛。但是它成为另一个身体呢，就不一定是人身了。因为随他的业你比如说有嗔恨的业，就有可能下地狱；有愚痴的业，有可能就堕入畜生；有贪心呢，就有可能堕入恶鬼。啊，是这样的，身体是那个什么样的身世不确定的，所以说我是说对吧？师傅啊，所以请师傅就是向师傅求证一下，感恩好。师傅。嗯。师兄说的对，没有错，就是因为很多人呢就不相信轮回嘛，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说慈悲心和菩提心不一样的时候，他说慈悲心不是很伟大吗？为什么它不能是菩提心？比如说我们说有些呢就是比如说没有信仰的人，他有慈悲心，很大的慈悲心，但是他的不是菩提心的时候，他们有些人觉得，那为什么这是不是一个宗教自己的一种怎么说一个执着，或者宗教自己觉得自己很厉害，所以是不是这样？其实不是这样，因为菩提心的话呢，他要真的圆满菩提，这是最终关怀的一个最究竟的方式，关怀终身的。那圆满菩提的话呢，就要经过轮回的生死啊。你必须最起码要承认有阿赖耶识，有意识和不断的会轮回的那个概念。所以生死轮回的认知呢，就是学佛来讲的话呢，对于一个学佛的信佛的一个人来讲的话呢，最基本的一个概念。嗯。你不相信生死轮回，你说相信三宝，这是一个口头上的一个说法。为什么呢？因为佛法的这个最基本的教育的开始是生死轮回，明白吗？嗯。但是你说的这个，那轮回是怎么轮回呢？我们佛法呢，就是说身体确实是肉体呢不会延续下去，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但是这个我们肉体里面，除了肉体，有一个叫生死，就是心。我们的心暂时借用这个肉体，就像一个旅馆一样，里面的这个心呢，就像一个旅客一样，他到处都去的。所以下一个叫做中阴界、中阴身。然后中阴身之后呢，就是要上去善，下去恶，随着你自己的前世的业力，你可能去到各种各样的地方，所以永远就是不会无缘无故的没有任何东西的这种。但是我想，因为也有很多的公案，比如说非常明确的记得前世今生的那种概念。
那种例子，这是我觉得是很有力量、很有力的一个前世今生的证据吧，可以这么说。是。所以呢，我今天呢借用这个机会，因为现在我推荐大家读2个书，一个是慈正路主堪布他写的一个叫《生命的真相》，有中文版的。这个里面讲了很多中阴闻及解脱啊、现代啊，在佛法的这个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的种种的这个可靠的这个根据的各种的这个一些怎么说，有个前世今生的公案和用各种角度揭示这个前世今生的存在。第二个呢，我们下意识叫做中阴身，中文叫巴尔多。关于这个部分的这个一些非常明晰的一个说法是，应该是这个关于中阴学的，就像当做一个学中阴学来讲，这个世界上呢最完整的中阴学是莲花生大师的西藏度亡经的这个体系。在这个体系呢，不仅是藏人界的这个学者和修行人来重要，而且全世界的学者都非常重视的一个书嘛。他的精华用白话，用符合现在人的这种这个读书的这个一个习惯和这个文化的这个方面的这个要求的写出来的，就是西藏生死书。大家要更多了解的话呢，我希望大家看这2本书来充分能了解到生死是怎么回事。好的。那时候就像那什么，刚才我这个问题，就像刚才我这个问题说，就是说人们常挂在嘴边上的这个，人死了以后就是一滩烂泥，这个说法实际是一种对的，因为它是4大，然后分解的，它已经。这个呢，这个我要补充一下，因为这个不一定是对的，因为那个文字没办法说是对和错。人死后烂泥的时候，他以为人死了就是变成土一样，所以没有了。如果他的解读是这样的话呢，那是不对的。人死了，他的身体会变成烂泥，那对的，但是他没有说清楚啊，所以这个也可能会容易产生误会的。是，这一点，这有一个关键，是吧，师父？对，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南无